今年的盂兰盛会啊，七月歌台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啊！今年不一样，每一个盂兰盛会都收档，我们在这里自己吃自己。由于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呢，我手上的七月歌台啊，冚唪唥 cancel， 全部取消，吃自己。不管你是红牌歌星、大牌歌星、歌手 KTV， 无一幸免。往年七月歌台啊，我手上最少接到28场。由于我要主持节目做事业呢，所以我不能跑场，但是我的唱酬也相当可观，平均一场有2000块钱。你看，一个七月歌台就可以抵消我大半年的开销。那些大牌歌星更好捞了，18000都有人请，3、5千的也是很多。但是这些大牌歌星不是每晚上都有人唱的，反而那些小牌歌手 KTV 啊，你不要说他们300-500块一晚啊，他们可以一晚上跑3、4场，有些可以跑到6场啊，怎么跑6场啊？广东人讲啊，乜食當三番啊，乜你怕没？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啊！哎，盂兰盛会的取消，除了我们歌星之外，还影响到舞蹈员啊、乐队啊、灯光音响，还有福建戏班、布袋戏、木偶戏、露天电影等等。对于外行人来说呢，娱乐活动举办与否呢，没有多大的影响。但是对于依赖盂兰盛会七月歌台表演的歌星们啊、歌舞团啊，真的是痴缠啊，凄惨，凄惨，痴缠啊，凄惨啊！包括我在内啊，今天好练惨啊，导致不少娱乐事业连续几个月都是零收入啊，马干顺地利。哎，不排除许多行内人撑不下去啊！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呵呵。有些人直播卖产品，做得不错；有些人跑去做小贩，生意也很好。也有人搞网上歌唱比赛，也有些人在网上可以做雕花场，隔空雕花，阿家老公啊，雕花又雕啊，一流啊！而我却选择了做 YouTube 拍些视频，上 Facebook 赚点外快，这也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专长。希望在这2个领域里面呢，能闯出一个春天来。也更需要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来支持我。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arigatou gozaimasu， terima kasih， 감사합니다， romper nandri， 记得去订阅跟点赞。后会有期，别忘记出门要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